喺西貢 WN 酒店度過2025年最後一個嘅晚上，價錢係比尖東附近嘅酒店咧係低，反正我哋都係唔係好喜歡睇煙花，加上今年都冇煙花放。酒店喺海邊係我哋兩個首選嘅，而且超過10年咧係未嚟過西貢啊。晚上嘅自助餐係喺 KKday 買嘅早鳥優惠，餐廳嘅周圍嘅環境超理想啊！旁邊係有個舉辦婚禮嘅地方，戶外嘅寬闊嘅空間倍感舒適。餐廳通透嘅落地玻璃增添咗室內嘅空間感，戶外方便招呼攜帶寵物嘅客人。聖誕嘅裝飾精緻有心思，裝置係用麵粉做成㗎，有誠意。食物嘅擺放唔錯，初時安排座位嘅位置好近食物。就喺座位附近，我哋見到呢一款嘅龍蝦湯，好味。仲有一啲細細串嘅鵝肝多士，仲有呢款香檳沙巴翁焗半殼青口，有嫩滑嘅燒乳豬仔，燒牛肉都好嫩口㗎，雜錦天婦羅。燒大蝦好香，但係肉質就冇凍蝦咁爽啦。煙牛舌好腍，仲有呢款嘅草莓醬烤豬肋骨。壽司見到都好想吃。呢個帶子冷麵啲帶子呢好滑身，好似刺身咁樣，好味。花膠鮑魚扣鴨掌。刺身新鮮程度一般啦。生蠔每次呢就限拎2隻 ，size 就比較細。呢個手卷都係每次限拎各1份嘅啫。蟹係有2款，蟹膏滑而且香，長腳蟹質素就一般啦。龍蝦肉呢就肉地呢就較為實，有芝士啦，沙律菜都好新鮮，配料就一般啦。冷盤呢色彩繽紛，仲有呢個松露魚乾醬拌法式酥鹹。魚子醬蟹肉杯，雪糕呢就有4款口味，甜嘅珍珠同埋紅豆，仲有西米。仲有鮮草凍同埋豆腐花，葡撻呢熱同埋鬆脆，3款嘅水果。甜品款式呢就一般啦，都比較甜。預計係會有酸味嘅甜品，都係好甜。迎接2026嘅甜品，睇嚟個樣子係唔錯㗎。但係都係好甜。呢一款嘅水果撻呢，又多水果又香脆好味。呢個都好甜，食過。呢個都係。用唔少嘅高級食材去烹調唔同嘅食品，但係味道就一般啦，冇咩特別好。龍蝦子餅有同星都話一般啦，我哋都係好喜歡呢係吃熱辣辣酥皮龍蝦湯，
換咗個遠離人群嘅位置，很好喎。